文化新眼界，咱来去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巷仔内底，有一栋今年拄满100栋的历史建筑——蔡瑞月武道社。就算经过政治的变迁，建筑物面对拆迁的抗争，蔡瑞月老师的精神，同款是带领咱大家用跳舞加艺术的表现，来守护咱台湾，嘛守护台湾的现代舞。 繁华的台北市，一栋一栋的大楼，入来巷仔内出现伫眼前的是一大片的草坡，甲一间木造的建筑，袂输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100年历史的建筑内底，舞者跳出成人目的精彩舞步。但是20多年前，这栋古厝捌经过险险风拆掉甲毁在的运。台湾的都区开发主义吼。 拢会想讲，把迄个一寡土地当做迄个起厝的基地啦。啊，所以台北市政府嘛咧想讲，这个土地是毋是会当标售开发起大楼？哦，啊，若无注重迄个文化资产的时，这就是真容易被破坏啊消失去。 为着要保护武道社，1994年3名舞者用作品表达无声的抗议，抵抗政府无正当的征收。然后老师他决定要做一个高调，就是吊伫天顶吼24点钟，我们用这种安静的抗争的手段，除了宣誓之外，就是爱甲政府讲。 你一直甲咱吞打，我毋是袂疼的，阮是会疼的。1994年的高调成功阻止政府的怪手，但1999年的火灾却甲武道社烧甲空。一把火烧掉的不只是建筑，嘛将真侪珍贵的文书资料烧了。迄时阵拄好返来台湾，要进行武道重建的蔡瑞月，用行动表现伊继续向前行的决心。咱有11条舞蹈爱。 中心要甲伊重建起来，所以呢，老师一个人早上、下午、暗时就安尼轮番上阵啊。阮排一队舞了后会使休困，老师无休困，所以我就感觉足奇怪，蔡老师哪有遮大的力量咧？武道社经过拆迁甲火灾危机，即阵正做人权基地的精神指标。 武道社伫威权时代关心人权，伫当代关心土地、性别、劳工议题。100年前，这只是日本时代的文官所写，但为蔡瑞月和武道社有生命、有故事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、高宗林台北报道。